係啊，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嚟到在收聽邊啲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嚟話啲小飛上隻股咧，我到啲 clubhouse 上面已經尋常講俾人就講，係咪講這話題啊？即係話題，我唔知俾人咗大多嘢，未必確定係個大多。我講佢隻節目上嘅大多，我講未起咯25cm，即係25cm是我較早冇上話題，尋嘅嚟講啊25cm啦，咱暫時是講25cm。即係禮拜咧，我哋特別今日嚟看就成嗰啲Google Meet 嗰邊嘅時，有是半減啲，個有喏，零頭毛一條啊，半減啲啦，零頭半減啲你食咩嘢喎呐？冇啊！你今日食咩？我爸爸食菇菜龜啊！你煎下餅激呢係菇菜啊？嚇，冇啦，我俾嘢啦，點心咪？係啦，特別哦，點心呢邊啊煎嘅煎。見到係 porridge。哇，好味！แล้วก็ลิงทำว่าเดียวคนลิงทำว่าเดียว Hello ก็頭一擺嚟教我參加錄音，唔是頭一擺啊，第三擺啊，就是第三出啊嘛，是YouTuber Jack 係咪啊 ？Jack subscribe 不 Jack Hello I'm Jack from Jack Review Stuff Jack review stuff。這是第四擺啦。Penang YouTuber 這是第三擺啦，第四擺是幾 episode？ 第四擺是幾 episode？ 這是第三 episode。แล้วไว้頭腦佢特別轉啫。แล้วก็係呢Hokkien名是叫做發龜 ，Jack 是叫做發龜。แล้วก็Tau哥 Hello ก็好屌龍。แล้ว即係阿 boy 嘅聲，阿 boy 我聽，阿 boy 你食咩？我聽到你 sorry 烤嘅。豬 breakfast 我咩？แล้วก็阿 boy 咯，แล้วก็阿蕉冇啲啊，蕉走去啊，蕉困嘅啊，แล้วก็英國店乜事知啊？英國店你食咩 Hello 大家好，我食米粉。哦，你家己炒係嘛？搞個乜事？แล้วก็พาดินดาว歡迎พาดินดาว真久冇對來啊，พาดินดาว Hello Hi 係พาดินดาว你叫我講你，安怎佢哋พาดินดาว貴嗰時佢哋講嚟唔是พาดินดาว嚟，一時300站配劍湖，真係พาดินดาว。แล้วก็就是我為有一開嘅這條卡吹聽，卡吹聽我咪叫佢求人講，真係出咗到啲 clubhouse 講嘅。YouTube 有 live 嚇？有啊。啊！你冇看到啊？你去我看到我 feed 到，特別係內人看嘅當然。OK，有啊。嚇。แล้วก็แต่มา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เจอ阿 boy แล้วก็去 clubhouse 阿龍講啦，微微話話咯，能聽到一聲，微微話話แล้ว半點鐘我已經講แล้วก็有人嘅金培小姐，歡迎金培。Hello， 金培啊，其實我是唔知係咩事，我是唔知係咩事。我頂住就講佢 clubhouse 講起就個 CMC 啊，我就講到你名都知哦。然後是到啲 Facebook 會講，佢又唔知bằng Facebook 會講就係到嚟。所以我唔知你講咩，因為我冇去看，我冇去看 Facebook 嘛，所以我唔知你講咩，想確定嘅是我 start 時間嚟聽你講 ，OK？ แล้วแล้วฮะ特別咁配上有事咪咋？我計講，我咪講入個 CM 啊，你起嚟講，我講特別隻暗嘅喎，我講每一幾點，講3點啊，我講下3點，你講 OK 我係諗個識諗，你是大媽是要走去困啊聽啊？你平時 clubhouse 冇嚟 ，clubhouse 你冇你上門啊嗬？日時有。我每時差不多9點半10點我就困了。哇！我冇困，我本身夢想攞差不多要困了。哦。แล้ว我係識佢係咪？是啊，一個按角點。咖米粉。我就話有，我叫牛油卡路里做生意。我哋咪少好食。我看你揀啦，我哋。嚟，我看，你播好咧時候我看，你牛油係咩票嘅？Le Bec 是好飄喎。係那好料。等我看，
等我看，你講話就先，我嘅看到你 spotlight 裏邊。哦，OK，the fact。哦。我只係good you。你幫，我唔想。我咪就但冇在。啊，我只是個只牛油，難道冇錢嚟 ？Slightly salted，slightly salted。你一禮拜只一丁啊，只一罐啊。哇！哇！你俾唔飽哦，你俾唔飽哦。哦，我是真 natural 嘅話。就 natural 上面你是去你估下邊帶領起來做。500 gram。好潮。哇！我只1 kg 8 蚊。道哥，哈哈哈！好潮。我把它 calculate。你 calculate 咩？我只1 kg per month 咯。但係阿龍講咩？阿龍，你話未見以前法國人喺度。條本啊！哎呀，但係我冇看到，le back 啦，我看到 le back 啫。我但係喂 live YouTube live 別記 switch。哦。YouTube 就冇睇。Maybe 10 days I buy one 啊。Not exactly 1 week。YouTube 冇聽過咩？哦，係咪 YouTube 冇聽過啊？係啦，看到啦。誒，就是冇看到裏邊嘅嗰種，係咪冇看到嗰邊？嗰啲 YouTube 啊？冇看到呢邊㗎。哦，Google Meet 冇看到嗰邊嚇，哦你啊，有啊，嘢是你 icon 啊？咦？I think 我看到你 Jack 嘅數。有內 Jack 咩？我冇看到喎。Louis Green 不是嘅，Louis Green 是 screen。攞你個要本。哦，對。內估有，你都梗係看到話，你啷看到是我 live feed 嚟，啷看到是我 YouTube 看到嘅物件都是啷看到嘅物件嚟。我入個 CM。啊，來看就等陣燒掉聲。冇不知道唔知道。等陣我俾看。即係乜都入個 CM 咧得。冇啦，即係等我看。到而家件事人啊。OK，嗱，講入個 CM 啊，即係禮拜我近了入個 CM 時候，我有機會講人哋最近是條新聞，講到入個 CM 嘅，唔是新聞啊，即係一出戲。特別我唔知講伊個，我有對去看 YouTube 會看，戲叫做咩嚇 ？Sex Life 啊，咩戲叫做Sex Life 到啲 Netflix 嘅。有我唔知伊個數是係咩，啷就有興趣教我講伊，其實伊個我冇對迄個個數嘛，啷會使教我講者。我近日去看，係一集呢。我近日去，我唔是看。等陣，我幫你看到。你冇用多買啊？你看一集啊？真的嗎？哦，這樣人冇夠官咯。等陣你個做個隻刀，你出聲啫，你出聲啫。我有暑假食過牛油啦。免死到。來個播者，我俾可能看啊！我想看做咩事？迄個油，你冇人看咯，用做 convenient 嘛？誒，這人是叫做播骨，因為一隻就是播骨油啊！哦，一種play啊，一切骨油，就是夠冧挪啊，切。阿冇哦哇哦，你打你 surface。哦，我用自己多買啊，同香啊！你而家是法國人啊，佬？呢種兼是必定定嘛，等就抗議時用咗咯。依家勁嘅，哎呦，阿張啊，法國你安那估無對來無來參掉啊！你是教人，你真正你感覺到你嘅personality 就啱冇人變嚟學嘅人家己。嘛，學嘅人。你嘛是學嘅人哦。subscribe my channel please。你嘛是學嘅人，等我去隨你 channel 成日同我教你。你嘅 channel 是？你 channel 是講咩啊？我未記啊。加咗片 review 啦 ，review 片嘅物件。JAC space review stuff。未歹啊！我都看有都看挖牛油啊。這是你啊，是唔是？我做自己一個 video 咯，攞啲嘅 then 出擺啲 video。哦，你做掉把骨油哦。後尾個。你這 studio 青是你度掉one度嘢啦。one stop 咯。哦。
OK，哦，哇，超你美超美。如果係衰嘅 studio 嚟 for YouTube 啊。For photography，我係 photographer。哦，去下所以負擔咪更是做。嗱，老隻老啲。呢個老細。Gardenia versus Mighty White Bread review。我講阿 John 係依時真係 local 啦，係啦，我就有時間嘢。頂住時要教我講，頂住時我特別貴股本啊，嚇學貴，人講話是已經食股了。I think 有6年咯，我看。Before pandemic 時都已經 reach out。Building 係咪嘅？係娃娃山 building， Jalan Sultan Masya。係咪娃娃山 building 係咪 ？University。嚇？娃娃山 Open University。係咪嚟？Penang。娃娃山 Open University。娃娃山，呢啲 building 是我哋 family to by my side。發股啊！錄 review。發貴唔是發股。發貴。錄 review 就人咯。啊，榴蓮就使做啊？榴蓮有一個。有啊。我嘅好做，我特別有講啱咩，特別是覺得人接嘅，尤其是 after 我食嘢，覺得係食，英國中都好是 lunch time 係本食，當今這本。哦 ，dinner time。發貴，哦 dinner time。I'm doing。你食咩咧？係咩？哦 cherry，冰 cherries，Oh my god，成個食好料呢。哇，食好料咯，飲 cherry。食 cherry。OK，嚟講到啲人嘅15cm，15cm就是咱有看這個 episode，讓在一個數陪講這一個數係咩？裝載。我人看啊，嗰陣時看是走去看伊15cm一條呢，係嘛？你是乜邊？要看。啊，問咁貴應該是。OK，Netflix。Actually，我無熟㗎，伊個故事我老實講吼，我看啦幾出吼，我感覺講嘛不到嘅了嘅點先。你去看伊幾 episode 是你看伊 start 啲 series 頭前，伊是第3 episode 成個是。我看幾個 episode 啦，迄一條我就冇咩興趣。你冇咩興趣啦，佢去看啊？我是熟㗎伊個故事呢 ，because 你如果講冇熟㗎伊個故事。我是因為伊個故事我去看嘛，你若是講你講白迄一條嘅伊個故事，我是熟㗎伊個故事啦。哦，下面特別你是唔是迄一條？特別伊迄一條是你本地無看是唔是？你看到15cm咁走去看是唔是？我看到人寫㗎，人可能個模式起來啦，我想媽你大條咩？了去看了是有大條。OK，特別你看伊 episode 嘛，你使甲我 explain 伊故事是蝦米物件，做咩事伊 because 伊我看到嘅是嚇，你講。伊故事咧就是上啊，OK，咱教應嘅好，但是有嘅甲本教應嘅好，伊無上啊，咱拍拖嘅時迄種係 passion 去嘅，你知？啊，無 sex 啊，反正物件去，一干有 life 呢，你知？所以你放工，你有驚，你對影厝，你就要搞你驚，你要搞你紅安尼款。那變咗。伊搞到伊真正大一嘅時候，伊會想到對伊嘅 ex-boyfriend 咯，會想到對伊 ex-boyfriend 學伊嘅迄個sex 嘅物件甲了啊。哦，即是看伊查某啦，伊某嘅角度來看啦。對，對，所以這幾出戲就是伊嘅某嘅角度來做安尼款嘅。啊，แล้ว伊什麼事？伊係一間另外一間大波，到底只咪對伊係一間大波是伊昂，但伊昂是去，伊昂是俾伊知到伊某，因為某有甲伊講啦，講起咧伊家要去看做咩事，伊蝦米事會知到伊某，就是因為伊某逐日擺個甲暗暝時候，伊某飼伊嘅囝啉人啉啊過後，伊都未困咧，伊就寫 diary 然後都寫伊頂擺嘅故事啦，講伊想起伊嘅 ex 啦，甲伊做過嘅物件啦，咪個了，然後伊就袂記看電腦，互伊翁看到咯，伊翁看到，伊翁就袂掉滴了。哦，伊無解釋，伊是無掉滴。講伊無 start betray 嘅，然後咧，even 唔是正甲伊有蝦米，因為伊無寫講
伊家己只有 sex 甲是面，伊是寫講伊 previous 係嚟伊拍拖嘅點先啊嘛，特別啱嘅時時候，淡薄 jealous 想講食錯啦，又對了伊驚，所以嘛對了伊看到底伊是做咩工咁樣咯。然後隨參咪掉啲，因為愛對了這個大波，個何類去 gym。去 gym 嘅位是本身無 gym 嘅，頂到無 gym 咪是就點會對咗去啊？嚇，然後就是因為去 gym 嘅時候，甲翕着迄一條物件出來，然後咯，就是迄一條呢，然後過後就無。特別伊部伊特別啱啱唔知咩事，我伊告訴就俾講到20個 cm 是要講到伊告訴嘅是講伊帶到咩就20個 cm 啊？伊告訴就是伊去 gym 嘅時候，因 after gym 唔是 shower 嘛，所以就是伊 shower 時一看到哇，伊迄邊安尼大條一個咯。特別住人講20個 cm 嘅呢？住人講20 cm 嘅我。個數嗬，20個 cm 是台灣講起嘅。哦，無人就是最20個 cm。我笑掉。伊看到伊嘅伊波嘅 X 啊，哦，伊係是無講起20個 cm 啦，是人講是滿團嘅時間講到20個 cm 等嘅啦。因為伊迄一伊嘅來啊，嗬是搞甲伊嘅呢咧等嘢咯。哇！我覺得你笑咩？我啲笑法鬼，伊直直播，用呢落啲播，伊係故意。我哋人叫安尼講，冇夠官咯，真係啦。呢個是幫命殺嘅，只古妖。一線嘅古妖是所有人播，一可能佢去抗議啊，做咩啊？打不抗了，打不抗。哎呀，死人面！我個未記啊，我做嘅到，喂，未記 switch 我 camera 啦，呀！我諗唔係就係你關照，唔係，我看佢樓頂，我用多嘅了。特別冇我古妖唔成咧，我古妖是20個 cm， 一條長嘅我古妖在美國嘅。啊，你放個了伊嘅落地嘅褲啲那邊都係古妖啊，我就是有 OCD 我未打很快。馬仔都會食啊嘛，有見馬仔咪食落地。有你看，哇！我感覺就只搞，咁樣減死幾多？蛇嘴、環保咁穩死多啊！我看到伊個落地褲啲那邊伊個古妖我都未跌啊！你看到落地，你咪是馬仔個夾落地嗰掃佢咪是冇嘢咯？新嘅落地褲咯，特別依落地褲，特別本身是依落地褲加到落去啊，依落地褲係定嘢啫。哦，呢落地係咩？Huat kuih masih nuai ho, masih tu ho, masih tu ah. 嘛俾佢哋落地票。我嘛半杯落白嘅，想咁啊嘛。誒，你接佢我買出是冇？咁話有啲拍 condo 少。le back 是imported 嘅票啊？啊，就哇 Danish 啲英國半杯。Danish 上面是就啲 Denmark 嘅。嚇，咁就變英國。轉咗出名嘅票。誒，咱金馬倫嘅股無好食咩？金馬倫嘅股，咱馬來西亞出牛鈴嘅，無啦哦。有啦。有真無啦，我乜啦？乜代劇乜人乜啦有誒？劇乜有股？我是講馬來西亞有出股哦，有出牛鈴哦。到底到底出？到底到底出咧？馬來西亞係股市嘅包啊！是靚我有咗好，是靚我咗好。哦，沙巴我做咩事啷買隻沙巴嘅股，唔去隻Danish 嘅股誒？冇出名啊！伊個股，伊個票是200，伊唔是200，伊是200，什麼嚟先？200，dia punya lembu lepak tiap-tiap hari, dia punya susu sangat. Malaysia gu si seladang ah, lu kan cak i guleng ah. Iya. 不想呀。seladang lah wah. Seladang 什麼意思？ seladang lu 唔知啊，你看啲紀錄片嘅。特快可能冇特別係你出股做馬來西亞有做股油咩？伊個股我真係有股。但係我俾Malaysia 股油嘅 brand 叫。
馬來西亞個有牛油嘅 brand 啊。Buttercup。係咪 buttercup？我是我就講咗咯，我就是。係啦，是講完佢馬來西亞冇出牛油，咱只係牛油，嗰陣時國嚟啊 ，Proton butter 啊。Proton butter. Malaysia should guling I don't think so. What Malaysia guling Australia 啦 New Zealand 啊 Australia 嚟啊。咱媽媽裡面嘛Malaysia咯。嚇。個 organic 嘅個都蠻少。即係咋個未打下呢 ？Good day Dutch lady 啊，嗰個 good day 嗰啲 good day， Dutch lady Dutch baby Dutch lady Dutch baby，佢哋是大陸嚟。Good day milk。咧等陣啊，再講講，我聽再講講，再講講係咪藍咪 blue 係咪？再講講咩 ？Blue and white kata ni yang susu lembu asli si Malaysia 係咩？係你是 Malaysia 係嘛？佢哋標就是什麼講啦 Dutch lady 啦，藍個白係嘛？唔是 Dutch lady。Good day， 應該是 good day。Yeah, good day, good day, yes, good day. Oh, good day。Malaysia好厲害。tapi ibu Malaysia。哦。ibu di Malaysia 呢？你咪講句啊！我俾講入個 CM 啊！你啊，嘅哥講緊古靈啊你。入個 CM 啊！所以個數字你看啦，就入個 CM， 就入個。我 send 條 WhatsApp 啦。你 send WhatsApp 係咪？係咪 WhatsApp？你 send WhatsApp 係咩嘅？我 send 俾你看，有看到本咧嗬，迄一條。跟住，哦，就是就話好，doctor 好，我冇幫荷蘭個了看啦。你我都是教入個 CM 我啲 clubhouse。你啲 clubhouse 係我冇辦，John 都辦咯。所以我做辦啊。就係講事。因為我買辦嘅，我係條 band，我唔是我係隻 channel 我哋，所我唔是導伊嘅咧。係咪你有自習過 CM？係咪你有自習過 CM？冇啦，這裡乜都有教你。啊，有未聽過？啊？有未聽過嗎？啊，未聽過。伊唔是安尼看到，唔是講安尼看到 before after 嘅係咪啦？哦 grow 啊，特別入個，特別我唔知入個 CMC 就等，其實我老師我講我唔知，入個 CMC 就你講 in inches in 尺，按照字，寸，十寸，哦十寸，十寸大，yang kita pisang raja， 9寸啊，唔是9尺啦。都你咕窿大了咯，可能未少啊。你好 ，OK， 咱嚟講，上班經本嚟做啊！咱嚟講20個 cm，20個 cm 10寸，但面是唔是普通嘅 average 嘅長度啦？是唔是？咱講看嚟講講嚇。Asian 應該是摩頂可以見6寸、7寸比較。第嘅是7寸啊，5寸、6寸是第Asian 嚟講是嚇。第嘅是7寸嘅 Asian 嚟講。特別我講到聽，上長本啊無好，因為一定是無個熱定。聽死人啊！一般女啊，你看。第行課表啊。你都放晒是動作啫。啊，注意下，注意下。收咗唔注意，越嚟就貴，真係越嚟嘅嚇。你俾加掉啊！你特別加掉。我講你特別破掉啦，你特別破起來，係到啲卡位邊啊？你係卡推位。卡推嘛，你 clip 到裏邊啊，你加位。clip，有係咪 clip bulldog clip？邊咯？誒 ，OK，咱當然時候 imagine 咧，你講到就等啦，แล้ว你會做係咪咪咁麻煩？但要解哦，解我梗係聽，我看到我咕咕叫叫去，我俾講嘅時候，但
就是講啊，令頭毛一條呢，伊講頭毛你講咩啊？令頭毛你講即係地殼扛殼呗。情博士呀咯，情博士呀，情博士伊穿隻卡是張超平嘅卡，還是多超平？哎呦，驚攞住 hip hop 啊！我教喂未咩？特別你別使情敵，按照講啊，秋褲啊，別使情秋褲啦，冇你係秋褲係咩？哦，誒，冇嘢走出嚟，你走出嚟，冇你係爛頭嘅拖出。Peekaboo 我了解就係啲嘅嚇。 I see you 啊！誒，我有一個朋友是安尼款啊，伊特別嫌到我被昨天是被彈情秋褲，因為伊特別伊爛頭特別拖出嚟。哦，你一部情的確一時情博士年啊，哦，伊被情成個 briefs 誒裝嘅，啊咧，伊做咩事啊？佢哋 complain 了被伊包起來，伊想等呢，伊想等。哦，伊夾一個杯咯，係啫。夾一個把確實。誒，特別做咩事？伊叫你講伊想等嘅。唔知啊，伊是被打烊啊！你看啦，你看我想等啊。啷啲講話是？哦，伊無你看啊。我看過了啦，哦，你看過。所以你就會特別 OK，有啲人成日看啊，人有一個講法叫做人有人是講你是 shower 是 grower 嘛對。That means你有啲人是伊無硬是嗬，伊是細細，然後伊硬是大真正濟倍，所以佢哋就是叫做 grower 咯。然後 shower 咧就是伊無硬是本只長嘅，然後特別伊硬是本差唔多上長ਹਨ。你細漢你較少年嘅時，你會陪個你會白較橋，所以伊無硬是伊較細。特別你做老時，哦，靈氣啊！陪個嗱下，你陪個你會白靈氣。然後拿來拿大條去，所以較大條。所以細條物件，讓老嘅變較大條。特別老時未定啦，所以要gain some要 lose some。啊，等陣，係你就是未定嘅時，就是確定啊，就是靠吹聽俾嚟甲我講嘅。我會記講有一個畫面嘅還珠蘭。還珠蘭係咩事？還珠蘭啊，邊嘅，邊關就是嗰啲啊。誒，還珠咪定？伊想還珠嘅大啲啊，特別伊就是還珠蘭嘅。你要永安定定啊！邊關就是跟還珠呢？還珠蘭，我冇咩 understand 做咩事叫還珠蘭嚇，我冇會比較 B 招啦 ，Raja 一下 Raja 呢，不依邊嘅。特別做咩事叫還珠咧？我頭一擺聽到還珠蘭，跟住我講豉椒嘅。豉椒啊？哦。豉啊嘛。所以豉椒係咩意思？是講你未硬，人就叫豉椒係嘛地不足啊。硬，但伊未 grow，伊唔是 no longer 你 grow 啊，嗰種嚟咧。伊總之未講當兩百。哦。But 就是有影樣往 construction 定估不叫佢叫還珠蘭啊。還珠蘭，哦，冇咩明白。特別你是講還珠蘭係咩意思？你使 describe 到，你 slow down 你問 ADHD 啊，你 slow。誒，阿 boy 我冚你聲聲，你這大聲 ，OK 我冚阿 boy 咪阿 boy 聲 ，OK then 啊，你講還珠蘭。像還珠蘭啊，像大顆，伊英文就是邊嘅啦，我會講嘅嘛。我 still 冇明白過，畢竟你 so 邊嘅。伊唔是你阿毛還珠嘅喲，伊是往你 local 還珠嘅喎。我 still 冇明白過，畢竟你還珠係咩係等嘅啊？local 你還珠等嘅啊？你係講邊嘅嚟邊？等嘛是想，你咪講未嘅物件，你講上加地家機，還是上加不看女物件，上加菜包，還是咩嚇？你感覺對嘛？地家機就還珠嘛？唔是，我想未通，做咩事叫還珠？你話咪講，但是你咪講未嘅物件，你講女物件啦，講豬腸飯啊，還是咩嚇？女嘛，你講未嘅時候，你講還珠。伊成日你講，哇！迄個查某個係水咯，成日倒頂嘅呢，你未通，我就接唔到。冇啦，還珠女嘅是我噶，珠咧是女嘅我噶。唔是，伊款就上加。lembek 嘅是女嘛？
你還珠？咦，還珠啊喲，一起等嘅還珠啊喲，你學過喲，六個還珠。冇嘅。我知啦，本是上，本是多頂，我聽冇明白。你是講伊配酒是冇？豬咧咪是女嘅咩？本豬啊嘛是冇講女嘅，你女。冇本地誒還珠伊配酒是冇。所以酒了成個女嘅。我是我後一頭嘅叫佢啊，你講即係還珠難啊。好啦，我冇明白。我冇明白，但係 OK，不知我對到你頭嘅是咁冇你頭嘅。了，我被 OK，了那是講你成日等嚟講麻煩啊。OK，讓自己 ideal 啦，讓自己想讓自己，我買ใจ你自己落等啊。特別你 ideal 為到你有夠等冇夠等，讓講話打波，讓感覺到是啊，就我咪使講，就我講你愛，唔是你愛啦，你唔是個你自己係一條啦，是你愛係一條，是落等是 ideal。啊！我學南西先，唔是南西，我是學金培講緊金培，你哋都有一個成個講。check 一個 measurement 成日講，我冇可能愛做事，我去野潮鳥，愛做事，我去野潮鳥啫。OK，這是我愛嘅。OK，安尼款會使啊？有嘅咩？誒，特別大家你唔知差半就話你唔係鳥個意咩？講實啊，嚇，我是真係唔捌鳥嚟。哦，特別你阿格咧。誒，唔係，喂，你別使講，你問講，我咪講，你講嘢，咱上什麼嘛 ？because 咱冇伊 permission，咱咪講，伊就等，係咱自己愛就等唔埋。是講，你講對你嚟講 ideal，你自己當然夾自己笑，就係 cm， 我冇，我就唔去夾笑，我比較順 cm 加即係 inches，等陣我去夾笑啫。啷講下啷就知道。我感覺查某嚟講就別人講嘅喎。Tshuinn 是2.56。OK，嗱，講我真係愛Tshuinn嚟講啊，咱 Asian 嚟講第一頓是Tshuinn嘛。特別我係坑嘅Tshuinn嘅咧，我唔是簽死自己咩？對。我係查某嘅陪人甲了講，我係查某嘅陪人甲了講，人直直愛大長嘅人是一個 urban myth 來，正呢查某我有誒陪人。伊個人上長呢是伊人本險甲我講，伊人無甘願，因為伊個規人袂接，伊規人袂接，了伊人大查某伊拄着本險，上疼啦，你免拄上接啦，啊無我肚邊疼啦，係咪啦？所以no邊查某甲查某本唔甘願。所以英國就話係唔都參加。我查某嚟講咧嚇，啊等陣，咁配講嚇，咁配講。我 feel 就講查某愛嘅是啱好就好啦。特別對查甫嚟講，別使上長。對，特別對查甫嚟講，你硬係咁啊講，安怎我係高長，那長那好咧，那好勢。那長那好了，特別when舊家真係是 sex 嘅時候。舊家 sex 時啊，但係波希望規條踢個摸啊呢度。所以你愛較肥佢較長。這是一人暑假。我愛較肥。啊，較肥佢較長。OK，so 我當然會笑啦，我當然會去頭前會笑，但係我講到就係 cm 我冇睇到。接個 cm，哇！接個 cm 真長啊真係哦。10寸啊，10 inches 啊！shit， 接個阿 John 接寸是2.56 cm。這裡是接個 cm 好啲，出邊佢嘅出邊。但係我有看，哇！而家差唔多會當到卡塔烏啊，會卡塔烏了，會當到卡塔烏了。哇 ，OK， 特別我講聽，但我講有道理，講嘅就是講打波是樣成啊。愛贏係一種嘅感覺到，哪大樣都感覺到是愛哪贏，哪長就哪好。是啊。阿 John，我報記你人啊，那是你聽到查某愛人長嘅啊，一定就是屬個後背妹嘅 action 了啦。啊，做咩事？後背妹嘅係接咩整啊？頭前。後背妹嘅爽，頭前你問後背妹個按來按去嘅。你看那想話，係咪查某有 NHM 啊？哦，係啦，我都唔知講查某誒頭前 cavity 啦。查某嘅時，伊做愛個查某嘅時，伊被接是第一個是一半呢，會吞接。
แล้ว查某若是查某要สุก長較肥嘅時，查某สุก長嘅時伊人是有 sensitive G spot 嘅。我啲南邊嘅。查某愛 clitoral orgasm 嘅時愛較肥嘅。哦，你一吐的意思。Right。哦，但阿 boy 講咩阿 boy？到時候當晚你俾上路人講物件啦。買小長。買小簽，所以你講愛嘟嘟好。嚇，嘟嘟好 is the what is 嘟嘟好？嘟嘟好，你未講嘟嘟好是 individually set 唔是 ？That's why what question 是講，查甫係 from Tshuinn until 10 查甫係是那邊呢 ？What is the average length of a vagina? I think maximum 是 5寸啊，對查甫嚟講。要 vary，但係查甫冇什麼事，但是應該是有啦，其實檢查大波啦。你查甫應該是嘅我只較淺嗬，較淺嘅啦，應該是。我但我應該就咪玩，讓就咪聽隻 episode，讓就比較自己笑，讓佢再講以 impact。你人會記 Richard Pryor 冇 ？Richard Pryor 啊 ，Richard Pryor 是我係 stand up comic。伊有講一個 joke 啦，伊被離開個伊某嘅事啊，伊妹某講，我成個路了，我要走去找新嘅自敗。伊某啊，本真一快啊，講，呵，你較長2寸了，你就會找探新嘅自敗一邊了。我看到 Google 哈，100個查某哈 ，not 冇 pregnant 過2.75 to about 3 to quarter inch。然後是 when it arouse 時咧，伊 increase to 4.25 to 4.75，所以 arouse 時咧，伊就會較extend 就較淺啦，較 depth 所以差不多是按呢款了咯。所以6寸是 actually 是真正好了啦。你嘅 position 本是要查甫6寸，冇 I mean 查甫對面還是查甫下底？答波6寸，答波6寸。答波6寸是應該是將sufficient 啦，還是講 more than enough 啦？了，伊第一簽嘅是伊嘅查某做 doggy，哦，position 都是講啊。做 doggy 較淺。哦，對，你特別較長咯，你特別較遠嘛，所以就係到底，你成日有咧成到底後尾會接下，你咪是特別較長嘅去到頭前伊波嘅。冇看伊查某弱肥。快較脆啲大。你免。嗱，安尼咪是好用咯，接個 CM 是10寸嘅時，你到底你幾邊手邊會使過來？特別你特別看，若是講伊有長啦，แล้ว伊個山哈，伊查某就被冇 pleasure 嘛，冇 pleasure 嘛，你骨都冇爽啊！伊上靈，特別你看啦，伊查某若是屬於 G spot 嘅 orgasm，伊查某若是屬於 G spot 嘅 orgasm 較長較好啦，所以伊抓跨本是冇要緊，特別查某若是干那屬於 clitoral 嘅 orgasm 呢，伊特別較肥啦，愛可以較肥。一個啥？治掉會動到。來咁配。G spot 嘅 orgasm 啊，是無管你長還是短嘅，是你嘅technique嘅問題啊。你若是講真正長，你無technique，你是未動到 G spot 嘅，唔是咩？我唔知，我冇聽過 G spot，特別我唔知 G spot 是安怎動嘅嘛？安怎？你是到底一直到底南邊下，你有一個 certain spot，你就去找，你就 Google search。那用 GPS 就去。Turn right. Turn Rotate upward. Turn left. 聽 doctor 講，聽 doctor 講。doctor 講。I mean G spot 是伊後邊伊嘅 pubic symphysis 嗰邊，所以你接起了，你 come forward a little bit up and in。哦，แล้วน่ะสิ真正係筋跟 nerve 跟 muscle join 啲嗰邊。So 那是你嘅打波嘅 curvature 唔是 curve key 嘅，咪是較
perfect 嘅較用 hit 咯，你若是 curve 彎路嘅較歹 hit 咯。多頭兵，你多頭兵過來，你接嘅時你多頭兵嘛是。嚇，特別人誒用下面 position 嘅嘛，so acrobatic 嚇，你 alter your position 嘅咯。我嘅笨蛋，我聽到我聽到我嘅船嘅，我笨蛋 helicopter， 我 helicopter blender。我聽到你個船有呢，船咯，OK， 咱當然講對大波咧，咱家己咱老實講啊，咱家己是無插，你是安怎？你是要希望你較濟、較長、較大，咱咪講長啦，較長較大，還是較細、較散，還是你當今只滿腳，你家己會 size 啊？我滿腳啊。OK， 滿腳 ，OK， 你笑緊嚟爽啊，嚇，你滿腳了，別人。而家只大波時，我無教，我愛較大，愛較長。無人講點嘅了，來。滿足啦，安尼長做咩？好啦，我甲我嘅朋友個了講好事了啦，特別我若是去透幾嘅位啊，參加阿摩人啊。哈咧點聲，我 wish 較大，較長淡薄，較好勢啦。因為有人偷權貴嘛，特別若是無偷權貴嘅位呢，我就。所以，你講你 performance 話嚟講，你係表演你是無，你是真搞了，是講你要互人看到是，你希望較大啦無？較長啊是較長啊是較長。是安尼款嘅咯。我係使講你配喎，配個長嘅。會使。你若是無掛配，你咪是較有較長哦，你配掏出來是嘛？無特別伊講無掛本人嘅配有清差，有人真正長嘅，有人真正長會做docking嘅，會做docking。你講docking就係咩意思？嚇，docking 你看咯。嚇，你人係真係做 PPT 啦 ，OK 啊，我咪解釋好啦。啊，攞個機 Google search 啊，แล้ว有嘅人啊，真係定你看成個一掛嘅。誒，做咩我未知過？咱頂頭咱捌講過啊嘛，咱捌講過掛配無掛配啊嘛，你人感覺伊清差無想啥物嘅？對最有掛無掛？但我笑。我啲時候我隻手機即是割皮，即是無割。要 hoodie 無 hoodie 對。hoodie。我是無掛啦，所以我再講下，我應該是等我講過啊，實是無掛皮是你 nerve ending 較變較 sensitive 是唔是？人哋都有皮砍掉是 normally， 有陣時。你嘅皮砍掉是一啲嘅皮裏邊有真係 nerve endings， 真係 nerve endings， 你嘅 sensation 較嘅，你刮一皮了，下你就走了。哦，一般做食啊，你被感覺嘅呢謝了。美國你 online platform yang被你有八卦嗰陣時啊，八卦係咩？我一了可以個 dry。哦，就係 sensation 做係零嘅 sensation 是唔是？唔是等等俾啦。你無得到無相嘅indication 咧啦，唔是講對可以做啥物？有你是要可以 delay 咧？我做諗嘢啊，做諗嘢แล้ว可以 delay。當時因為有人較緊嘅嗬 ，premature 你可以諗啦，無得到會 work 啦。誒，OK。啊！你發菇會使做 review 啊？唔是發菇啦，發菇。會查某本講刮了會人有會刀會較疼，互伊人因為做愛嘅時，你查某你若是有皮，你會皮會淡薄擼來擼去，所以內邊伊嘅查某嘅空伊無安尼啫，無伊個安尼啫，所以伊查某若是較大淡薄呢，人若是無皮呢，伊個人頭直直擼來擼去會疼。所以伊是我梗係歡喜啦，變學嘅就係 scientific 啦。青龍咩？青龍上嘅嘛？即係講無青龍。特別青龍嘅青龍就上，青龍嘅 impact 就上啦嗬。特別別講，特別青龍嘅時候，你有皮誒青龍嘅時，都要皮過點重啊是。
會叮當嘛，所以伊想，你就是OK，我俾朋友咩啊，大媽安裝清，知唔知我未記我未多見少。我當見我知，我對，我會再講卡吹聽嚇，卡吹聽做咩事？我講起我到啲 clubhouse 講起嘛，然後講起，做人講起講到我唔知做事，我都其實揾看。我係一條，迄時咱直直話小英嘛，話 profile 小英直直。แล้วลูกอย่า prop ด้วยนะลูกอย่าอยู่อย่าอะไร我係嚟 demo 個啊。所以等陣你講你做咩？你講你做咩先？你工課是做咩事做的呢？我是做medical 啦 ，medical sales medical product 啦，所以係一個 medical product 咯。學迄個馬蹄不足嘅人嘅咯。馬蹄不足是 OK。vacuum 嘛是拍掉咩？vacuum 嘛是 implant 咧 implant 而家貴哦，真真貴。我都冇看呢好嘅。冇因為。馬來西亞冇咩人做嘅啦 ，actually。冇係咪這人做？馬來西亞真係少人做。但係是唔是？但係你係 implant 是 auto inflate 還是 manually inflate 嘅？你別使 auto inflate 那是伊做了無好，伊家己會當掉，伊家己會起來嘅。迄個是伊 skill 無好，加了不特別有 button 嘅，所以是 one touch release， 有啲是 one touch 啦，有啲是特別大幾拿刀咧，伊家會起來嘅。你看你解釋啫，你講是做咩事？其實講俾學老官讓在阿邊一定個路邊啦，你都代理啦。actually 我嘅 main focus 唔是這類嚟，唔是這類 product， 因為這類 market 啊，actually 真係人有意義啦，特別多啲 Malaysia 多啲人整下是特別冇咩人愛講了個貴了有人感覺講老人啊，就未去就免做啦嘛，是安樣貴咯。特別有啲小人嘛，有 ED 是 erectile dysfunction，是唔是？erectile dysfunction。so 這類 implant 啊是一貴啦 ，so 伊是這類 treatment 嘅 last resort 啦 ，so doctor normally 伊可以若是講伊用藥去救伊咧，伊就可以食藥咯，迄個藍色嘅藥咯。若是講伊藥病咯，伊就可以泵，然後是 injection。我俾妹妹搞伊病咧，伊就解講，未必就係做 physical 即係 physical 嘅 solution。你係你當晚你講只你諗嘅藥嚇，其實伊諗藥是安怎 function 嘅話，我 never research 我唔知講伊。你背 chemically 啊是係咪 chemically？It's a technically 諗嘅食藥是諗叫 PDE5 inhibitor。Phosphodiesterase 5 inhibitor。係咪咩嘅？安怎你係定嘅 mechanism 呢是你知啦，你係 arteries 開，แล้ว你係 venous drainage 冚 ，OK， 所以成個就係 hydraulic mechanism，OK，so 咳住血血，我就係講血誒，咳住血接佢你欄架，邊個你係血罩。OK， so 卡姐去 jeep 是一定起來。so 你 arteries 就被開，所以自己你會見佢嘅啦。你 veins 就被冚，你 arteries 你再冇你 arteries 開嘅 mechanism 是用我其他 complicated 其他複雜 cyclic AMP is destroyed by phosphodiesterase. If you inhibit phosphodiesterase, you have more cyclic AMP, which causes 做好你嘅 arteries。開起來。所以是 chemically 咧，係 chemically 做可以教佢哋 chemical，so that 你會解開。mechanism 呢？mechanism 比較好是因為it relies on 你自己嘅 natural erectile response，所以你特別曉，你特別起曉。你特別有成日起見了依家誒。但係無諗嘅食嘅藥是人用嗰一種嘅 chemical 是prostaglandin 來是alprostadil 啊，你只都曉啊是無曉啊，你喺那邊啊，你都定嘅，就是個幾度起啊。我唔使講，即係諗嘅藥丸是食了伊
你特別有 arouse， 你特別有 arouse。你係話叫做 arousal 呢？氣潮咧，依家各幾個氣。嚇 ，because it relies on cyclic AMP。冇，唔是 hormone 嚟。唔是 hormone 嚟，就是咁啊，你vascular physiology 嘅。So 你曉嘅是你個幫 cyclic AMP。OK， 啲裏邊啲 artery 嘅 muscle cells。แล้ว你只係是幫嘅 cyclic AMP 啲你身軀，還是 trigger？冇做幫行，你曉嘅是你幫 cyclic AMP， แล้วcyclic AMP 依個諗嘅食嘅又 inhibits the destruction of cyclic AMP。哦，你做股嘅會驚，你知了？sildenafil 是你那是你嘅多康康，你食多康康，一接起你嘅。你不多，你是講淨係康白隻了啊？康白隻。你 eat on an empty stomach 啊，10個分鐘呢？都係啊。至10分鐘都接起你嘅 bloodstream 啦，你特別諗嘅食嘅真係好呢，因為4個點鐘嘅時呢，依度 metabolize 起來就冇效，所以你那是有 side effect 呢，你單個第幾時立點鐘嘅，依個 side effect 就冇了。所以 side effect 就是講伊有當時本誒，頭殼痛。了你看白會嘅，你有藍嘅點嘅啦。maybe 叫做 blue pills because of 做呢個就藍點。不 ，it's because 你嘅 blood vessels 啲你嘅retina red right， 一開起來，所以 filters out all the red light， 所以你可能看 blue light。明，所以伊特別。你是講那是你本身特別自己有氣潮，成日講氣候啦，你特別嘅氣潮，依家會硬啦。然後那是你成日講你用過咧，是你做過咧，你驚幫好時了啊，點正後咧，你有試過點正計了嘛？然後你那是無excited 咧，你無氣潮，伊都未起啦。未，特別你那是 excited，伊個會起，即係攬嘅食嘅藥。本是 shorten 你 refractory period， 你明白 refractory period？ 唔知，係咪嚟？你打波出效了嘅時，有一個 fixed interval， 你未做幫行啦。因為佢了嚇，特別你等你 refractory period 了時，你個會照顧得到。你少嚟嘅時。一整日呢 refractory period， you 老就I see。you 老是就 good refractory period。所以你那是講只嚟講，你 perform 個只到啦，你是講嚟講點啫？shorten 你 refractory period。我問你講有人食有人是食 just because 因為係啦，俾做轉咗食到佢個 KOG 嘅時啊，轉咗好用咯。特別伊會做，什麼是伊會做？特別伊未做你去曉嘛？特別你特別家己曉嘅。你那是邊？無曉，你那是無曉嘅人嘛，就撩累咯。你是撩累啦。有淡薄 feedback 啦嚇，有淡薄 bio feedback。你那是會感覺你會爛淡薄定咯，你本身家己嘅。natural it's encourage 有淡薄 feedback， 有淡薄 bio feedback。特別你那是要去 OG 啊，食依個諗嘅食要較達咯。你咪講做知道就了啦，你係較馬拉松，你 energizer 淡薄。平常時就冇達嘛，你出時候就哎呀，我刷了，我被走了。咁配你冇咩？特別伊講甲荷爾蒙冇關係喎，就是講。一食落去啊，伊定就要有迄個，伊定就要起效咯。若是講無起效，伊就是無 function 啊嘛。That means 就未 function 到先。無嚇。特別那是你嘅 sexual desire 係你起效係，係你度加關，係你度加荷爾蒙嘅關係啊。testosterone，libido 嚇。libido 係你是你嘅 sex drive。sex drive，libido 是chemical substance 嚟，唔係 libido 是你嘅 desire 啦 ，amount of desire。libido 是一 element 嘅關係關係嘅荷爾蒙本咯，你嘅 mood 啦，你嘅 cultural background 啦，你嘅 testosterone level 啦，下面啦 testosterone 咪是有關係嘅荷爾蒙咯，你嘅 bone marrow 啦，下面啦 stress can affect your libido
哦，但所以就是講你有 libido 嚟講，你有 testosterone level，特別你有就講 ED 了，伊無你淡薄你講係咪貴係咪 DSF 特別 D 嘅係無夠嚟講，伊本是未硬啦，伊本都你 testosterone level 關。vascular problem 啦，ED 啊vascular 意思講嚟，伊人講是講你 cardio health 真係好啊，你應該是未。無定嘅啦，有時是因為 psychological， 伊會 cause ED 門，แล้ว有時伊白種嘅 disease 啊 ，diabetic 啊，幫電照啦，還是血管啊，呢本是 correct one of some of the causes 咯。特別係你覺得是 vascular 嘅 problem 係嘛啲？係，they lead to vascular. Top five causes 啊 ，top 5 causes， 藥丸係咩事？即係有 side effects。即係藥丸 interfere 嘅類。哦，嗱，藥丸，diabetes。哦，低焦。high blood pressure。血管。嚇，加depression。誒，英國有一個prostatectomy 嘅 cause 哦。哦，定掉咯。prostatectomy 啊，特別有啲做了，那是做了，然後佢咧只間啊美國嘅陸軍呀高級 skill。哦 yeah。Thau 咯 prostatectomy 係咩事？Thau 咯 prostate 去咯，刮咯 prostate 去咯。所以 prostatectomy 是間啊做好 prostate cancer 嘅，你那是性 cancer。所以 prostatectomy 是會影響你嘅對啦，咁了你嘅 erection mechanism 是 all the nerve 是接去。哦 prostate 嘅嘛，所以伊人那是會透你 prostate，特別無動着你嘅 nerves 啊，伊是真正 skillful 了。可能我可能我有經驗㗎。美國嘅 surgeon 呀做，因為你知係咪數冇美國嘅 urologist 真正做真正做 prostatectomy 嘅。哦，因為 skillful 誒，卡超好啦。伊能夠攤累，特別老實講啊 ，prostatectomy is not always the best treatment。好多 prostate cancer 就冇。Because 咩做咧？本係攤 radiotherapy 本是有效。嚇，本是有效。你係10 year 15 year survival 本是會變個prostatectomy。最人就係比如有問題嚇，會問啦，特啲 clubhouse 陣時講人拍攝啊，啲人會問咯，係使加 message 話，然後我聽人問，我唔講講是最。then 我會問講，即係個咧關係個蘭椒，還是唔是講蘭椒啊？即係咱大波整骨腿啦，整骨腿，你大波夠日夠。你特別就是整骨腿啊！對，很好，應該叫整骨腿，對，整骨腿更啱。啊，你等你整骨腿啊！啊，整骨腿，就個 CM 就講你幾零嘅咯，你一步啊，係你安娜，冇你安娜啊，咱做安娜哎呀，你磨誒，你整骨啊，你就人叫你幾零。batu giling 啊，batu giling， 呢個做安娜咯，所以咱只字啦，咱其實樣講啊，你無長標緊，要緊到9字力呢。係你特別，係你的，你是講 pleasure 個人啊，咁我唔會想啊，係你特別我係你。個隻味湯咯，即係淡薄還住難淡薄。即我被講嘅，你頂住我聽到一個人唔知讀 clubhouse 講下，是唔得 clubhouse 講掉啊？係 somewhere 講 about prostate health， 你就會拍手情一個月，哦，嗰邊點嘅一個月就會20刀，我哋都講啊，嚇，加ensure 你嘅 prostate health 是唔一樣嘅。แล้ว那是這是注意先啊，好即應該當你做一張板，一可以 massage prostate。但 means
tapi lu在有的人好啦，是讲提高個 BG。冇anh講中，我咪有的人講你 prostate health，你就被拍手情一個月拍21刀，會夾，แล้ว你就會較對你 prostate health 較好，對唔對？我唔知是幾拿刀啦，特別 the more prostate activity，你成個 flush 嘅，較好啦。你看你嘅人嘅身軀啊，大嘅 system 啊，那是伊嘅 natural function 是俾後面嘅人留嘅啊，你那是無可以留，定定有問題啊嘛。一條劇嚇，so prostate 是一種嘅 organ，你特別好伊係水流嘅嘛，所以你那是無 sexually active， 那是你會水流是你有。仲有一種嘅問題啊，成個 prostatitis 啦、infection 啦，係咪啊？疫症啦，你是 prostate， 些 prostatic stones 啊、calcium deposition 啦，還是係咪啦 ？prostate 啦，係咪？嚟，係咪去拍超情㗎啦？特別 prostate cancer 呢，我唔知有 correlation 啊，有做 association between lack of。我聽到唔是講 prostate cancer relationship， 我有時講咪做你 healthy 嘅 prostate 特別容易。prostate cancer 嘅關係呢，我唔知，我家己嘅想法呢，是我想定到有嘅啦。特別最會做呢款嘅 study，because 你問下會去問人，你直接幾拿刀拍手情啊 ？register 嚇，你人定到是無講，互你聽無講清楚，互你聽嘛。冇 report， 有人 report。你是今日拍超情人嘛 ？ejaculate 嘛又見。啊啦 ejaculate， 你使正三拜，不如使啦，拍超情不如使啦。係咩物件你講？發過？我係超情件咯，咱講直接5-6刀。你講咩件？我聽唔到你講。我講那是你換嘅超情件啊。哦，超情件啊，直接5-6刀。啊，我 healthy，不，特別比較 healthy 啊，但你比較 healthy 有辦法嘅喎，你爬要食，因為你需要你 protein 嘛。冇啦。冇緊你食 protein 啦，你是 urban myth 啦。urban myth 但係你自己食女啊，自己食女。你是偏女 boy 嘅話。係咪？你是偏，應該是偏女 boy 嘅話。啊！你講I cầm nó tao chỉ cầm phui lúc mười mấy 我小嘅講，安尼款講拍超情啊，特別較隻有partner嘅人啊，乜都可能過嚟去拍超情嘅。再別咧，你大家都俾自己正三擺三刀啊，那是依輩。你特別good topic，because 我再講下，我查甫啊，還是 partner 啦嚇，特別查甫嘅 partner 較硬並別，你家己了解你家己身軀嘛，是講你人會感覺 offended 哦，那是講查甫你會你掠到你人拍手情，你講做咩你拍手情了你會三擺，你應該是會啦，對啦，白做。哦 ，good idea！你白跑，你白跑 OK， 白跑 mutual masturbation，呀，佢就intimate 我感覺到嗬，就 intimate。查某是較無安尼愛拍手情嘅，因為查某嘅 sexual arousal 加查甫嘅 sexual arousal 無相，人。哎呀，人看到這樣物件了都 arouse 了。查某是無呢款呢，查某嘅 sexual arousal 唔是 visual 嘅，較濟是較濟是 emotional、intellectual 加住嘅超啊，住嘅超啊，這是taxi，嚇，你講嚇，你講。我咪會講話，人講你拍好一個燈啦。燈係咪燈？你是講你把條擺較燈啊？對，一個多唔是，聽人講冇啊！你是講你若是拍手情拍者啊？你會即個把條拍燈啊？冇啦。但係你運動你咯，冇你被極意啊！運動嘅。那是講一個是 work 嘅，講單日插背困車，你成日拍就跑成。
前日去 train 一個月，哈你一個月佢我甲เรา report 看，對啊對啊，特別你個買咧，你個起行咧，我感覺伊大嘢個袂長哦，衰咯。特別是你看咧，你咪是那隻出，你那是那拍，你都那有出點子。成個咱個雜牌不攏嘅長，你那班你那搞聲，雜牌不攏，我只想到雜牌不攏長搞聲。哈 ，OK，so 把有個人有啦，有個人無啦，特別若是講打波，感覺就是拍手情是較普通啦，我感覺到，是唔是？伊本咱亞洲人無咩愛講嘅啦，呢物件。這是只普通物件嘛，流感嘛，拍手情。都是我俾。question 係咩？講幾多？我講對打波嚟講拍手情是真正普通嘅事啊，是有人 choose 買拍手情，但我問佢哋問題就是講，若是講 asexual 嘅人，無 sexual desire 嘅人，加若是講 it selectively會 choose to be celibate 嚟講嚇，上面講伊無想講做。會笑 celebrate 我唔知，會笑 celebrate 啊！有啦，成日做下啲阿嬷宗教嘅嗰啲，唔知阿嬷宗教嘅神父啊，你看咪是 celebrate 咯。然後 celebrate 咪是，嗱細個只是伊，就我想是只係 celebrate 本是 I mean practice and。你 theory 講起來啦，較應過 in practice 嘅，因為你按照 control 啲 physical 嘅 reaction 我是一項講嘛。But provided assume that 咱講那是 A 嚟講啦，然後你是做你嘅你嘅 prostate health 嘅本嚟好咯，就係伊嘅成日有病好咯。然後那是講按呢款嘅啦，你特別按照 treat 你咧，你對會使成日 consider 有乜物件。學你嘅 prostate 嚟行，用你 prostate 特別個唔是 consider as masturbation，而是拍手情，麻煩咯。我係感覺是講，let your body heal itself naturally。So 就係你當機 full 了就係出來 ，so it's not forced。特別有人別咧，有人冇 sexual desire 咧，伊當結婚咧，伊冇 sexual desire 拍出嚟喎。I guess that's a question for you。應該你會 because 你會聽過佢哋係咪同埋人講嘅係咪 massage 係咧prostate massage。等一個比對嚟先。別人知哦。等陣對嚟先 in between now， 我要叫佢哋靠出去學網看，伊，你識講你終於做㗎，你隻腰夾未行，八項物件未行，了你會安怎你講三個 step 嘛？你講隻腰未行，了個隻腰未了做咩泵 vacuum pump 係咩意思啊 ？vacuum pump 是你 vacuum 一個。泵可以會扭起伊。意思是唔是成個講你嘅即正固腿嘅係即係一個 chamber 為了，你把咪哦，係你有效呀？伊做啊，伊做應嘅，大概種係 treatment 嚟，伊是一種 treatment 嚟，有人別可能 product 誒。我捌看到嘅是用假啦，定是 advertise 講你把咩變大條嘅。你特別看啦，你若是買 medical 嘅，若是你買sex toy 嘅 sex toy 較無呢 reliable 啦。特別你買 medical 嘅票嘅，係你是較好。所以意思係咩？意思 help 用 vacuum 嚟 help 你 capillary 擴做擴大呀。It's a simple law of physics 啊！你若是 subject， 你會爛去啲入邊就嚟 vacuum， 你會爛。勁快入邊咧咯，所以定期特別你偷嘅 vacuum 是佢叫到對，依個 medical version 有一個有 band 嘅 rubber， 哦，成個 cock ring 嘅呢，我是掉了你做去定了嘅時，你特別塞掉 band 落可以劍依個可以入邊，所以別係拍到對啦一回啦，伊索掉。
Yeah. 哦，嚇了嗱，當見我俾學叫波嘅，唔是，即係靠吹天後俾學人看是伊 equipment 是安怎用，點知個人講 clubhouse 是個人講嘛，然後唔知安怎用嘅 clubhouse 是 audio 嘛，所以我冇肯看到。我冇去你 clubhouse 甚至你小英那邊嚟 pop，你 pop 那邊哈，伊是一個 anatomy 那邊有 implant 了呀。所以我當見有嘅咧是伊嘅medical 嘅 implant 一隻隻嘅 device，所以這個是伊嘅 device。即係silicone係係咩 material？伊是 silicone and bioflex 啊，伊是種嘅，會使講 silicone derive 啦 ，bioflex 啊，較 natural 啦，無相嘅 company 用無相嘅 device，無相嘅 material 咧。伊是安怎？攞地啊！即攞你是 because 你 corpora，人嘅 corpora 有攞你。 You have two corpora caverns side by side。所以你是 the reservoir 咯，就是你接血咯，你水咯，那邊是水啦。然後這個 button 呢？這個 button 啊，看到？這個 button 呢，就是大啲你 scrotum 那邊嘅。你 hood，one of 你 hood 入面。所以這三個咧是叫做 three piece 啦。three piece 啊，所以這邊咧就是接起你腳咯。然後這邊咧是接起你不足咯，你筋。然後這裡是大啲你 support 表邊後背，大啲你巴肚那邊。嗱，實際講你安尼款啊？因為日見朝嚟做 demo，so 等陣啊 ，OK，so 你看你正是攞嚟 cylinder 咯，然後這裡是到啲你 scrotum 那邊咯，OK，然後這條咧就變到你後背，辛苦那邊，然後這裡 side 啊，這裡 end 啊。要一個吊冰收出嚟啊！吊冰那邊嚇，就是感到你 body 那邊啦，你筋那邊咯。係對，之後就吊冰啊。OK，所以當當佢 assume 講你接皮啦。特別你特別鳥咯，因為人嚇唔使講，但人想講下你鳥嘅 size 啊，想你看一條啦，一 set 啦嚇。一條嚇是 size 20 centimeter 啦。20 centimeter 是你頭尾啦。接近你辛苦那邊。特別你人嘅身軀外口出來，你看到嘅嚇，是伊唔是20，就比如說那邊個筋啦，所以你特別 measure 咯。咁若是講你鳥了，嘅講你鳥一個是 patient 是21，特別人可能有18、22，所以你冇21嘛，所以你這邊特別倒一個 extender 咯。extender 嚇，等陣我看 extender。所以 assuming 個你當然就皮啦嚇。所以以前女嘅嘛，以前真 flexible，以前女嘅嘛，所以係是咧度ปั๊嘅，ปั๊嘛，ปั๊。你頂啊？enjoy 一百多 enjoy mechanism。你頂下，一水誒，你看到喂，第二個 cylinder 看到。Kia。哦，特別你頂啊！啊是頂一刀呢？你特別頂 feel。我一成日ปั๊嚟住去。你頂下，所以搞你愛嘅。定數。你快就定啦嚇！哇！你會就一個聽啫。You can get dick slapped。OK，so 即邊佢頭前啊，是頭前是大啲類，即係叫咩啊？類 gland 類。所以伊是凸嘅啦，伊是 blunt 嘅啦，所以你被 perforate 嘅咯，你冇可能會。特別係咧有人 complain 講，我真係 excited 是我 glands 較大氣較硬氣，特別用這類呢，你 glands 比較微。對上下，對，不過是一被氣個頭整啊，一被氣搞架，伊會病。即係是 completely mechanical solution 啊，即係你 sensation 是另外冇關係嘅啫，即係你做係 perform 嘅啊。你未見講伊流汗嘅咩？流水嘅時候。冇汗嘅 ，because 你 prepare 嘅時嚇，伊來舊嘅時，伊是沙地啊嘛。所以你特別摘掉伊那邊嘅，你特別 remove the air bubble，你特別 prepare nicely 咯。所以你 implant 啊，我哋你 body 是 forever 嘅。unless 你排氣，你特別夾出來個話就實先嘅咯。有 guarantee 哦。古早伊出來嘅時嚇，伊出來嘅時是 80s 啊 ，in the 80s 啊，伊人有好 lifetime warranty 嘅。然後當今咧是。冇 warranty，特別伊嘅 warranty 真正 blur，意思講，若是講 mechanical failure，
around 我未記幾年啦，拍領導才幾年，10年還是幾年我未記啦，當今。特別伊是講，若是講你 mechanical 派咧，你會使換。特別你看，若是講有影是 infection，還是 failure，還是 whatever 嚇。都唔知咩嘅。report 是 doctor 寫嘅嘛，就是你我叫 infection 啊 disaster 了 disaster 對，所以第一驚就是 it's non-reversible， it's non-reversible。阿 boy 你會唔會有咩得嘛？阿 boy， 冇得冇，我頭講嘅時，我是你唔係講即係 surgically implanted 當然冇制啦，冇制啦。For the record， 我同你講我咁運住啦。你咁運住啦，你咁運住啦。Be have ED than to be put to have implant 啊。Actually， 一人嘅框。係啦。啊，冇意思講 E 啦，意思講 E 嘅記，意思咁樣嘅。So I got a question。但是佢查某係做佢哋 BJ 安怎？冇 BJ， 我做 BJ 咯，就冇係咪冇清差嘛？啊 ，open 咗。嚇？多謝開始。係咪你講每個字咧？你 arouse 啊 ，first of all 你特別可以水嘅 GP 嘛，係 saline， 所以特別有。按照 reverse， 按照綁到對 GP。reverse 啊，你一粒 button 啊，要攞嚟，按照看，要攞嚟即係卡看到，卡一粒 button， 頭頂本是 button。係。所以你特別彈伊咯，彈啦。嗱，是講新嘅 model 嚇，但是刀嚇，伊慢慢行到對嘅。所以是慢慢會 soften 啊，伊是 mimic natural 啦，特別有嘅人伊當佢 start 到對去啦。所以有嘅人咧，伊愛緊啊，你會使緊掉伊咯，你會使 squeeze 咯。你 squeeze 最 liquid 到對去，你 squeeze 啊，你彈佢拿刀，你會手下緊咯。特別若是講你看 mimic natural 佢哋講 anatomy 嚇，你無可能講做了 immediately 就當然就冇嘢嘛，一度慢慢。所以但係是慢慢對對對，所以你而家就是。flat 咯嚇。啲發生啲在 skin 裏邊有還是掛鈎？多啲咯 scrotum 裏邊都係淋。你一粒淋泡咪是較大粒，佢攞嚟嘅就 button。都三粒咯。三粒。唔要緊啦，只啊，跨堂。แล้วอุจจาระ是 for training 嘅啦，the patient 就被 training 啦。按照學定。即係你係成日做咧。你做完慣咗定嚇？你อันนี้แต่是ปั๊มจิบ啦可以แง่啦就是可以彈咯嚇，可以 key 頂這邊下是第四呢是你彈一刀咯 one touch， 一百萬OK 伊咁大條 after 伊彈了伊 testicle， 你唔是彈你個 testicle 嘛？意思你配彈一百噸嚟嘛？So 特別嗰一種啊，較舊嘅嚇，較有啲 patient 啊，別個國家啦，有啲較無類啊。伊特別就導致你 malleable 啊，伊上個攞嚟，伊點定嘅，伊上個之類咯，伊上個 pencil， 伊上 Apple pencil 啊，你拗起還是你拗落？伊上咧 gorilla tripod 咧 gorilla， 對，伊 looks exactly like Apple pencil。yeah。tapi iya壓啦，你成個節你可能係啊。你嗌嘅時度，叫佢攞咪是嗌落去。伊點定了嘅啦。伊是 forever， 你可能 size 啦。伊本來 natural 啊。其實啊，即係 technology 啊，估就估一下，對你講嘅啫。頭一個嗬，伊頭一個 prototype 是 70s 啊，early 70s 就出來一個。搞我病去。老鬼人個啊！佢那個有 motorize 了啊 ，motorize 泵嘅。你係用 Bluetooth 嘅 ？motorize 啊 ，motorize 泵 ，implant 嚟啊 ？Yeah， 用 lithium battery 啊。你安裝換 battery？ 唔是 lithium 啦，唔知係咪伊 power source 唔知安裝啦。你maybe 是 wireless， 你導到你 scrotum 咪就 one touch inflation。特別你安裝揸晒 battery？你成日MagSafe 嘅款係 through the skin， 我冇聽過。佢應該是冇 battery 嘅啩，冇 power source 啦。maybe 是 mechanical system 嚟。One touch release 啊 ，one touch button 本是 mechanical。用呢個 same power source， 用個 pacemaker 嘅 power source。pacemaker 咪用類 body electrical signal。No battery。啊，用 battery 嘅。咁樣個對講一個真貴嗬 ，actually 是貴啦。
tapi 有真濟 country 啊，伊是 insurance cover 嘅，所以伊人 patient 免好累嘅。哇！誒又貴，你冇講你幾錢個，價落貴。你看，咱講 treatment 啊，伊唔是干那好 ED 了咗，因為有咧哈，伊成讀邊啊嘅患咧哈 ，Peyronie's disease 啊，你被做嘅，你被 perform 係咪？所以你就被可以跌咯，所以你就被做這個 implant 可以跌到短。伊是安怎歪下，伊是安怎歪？成嘅啊，哦 ，scar tissue in the corpora cavernosa。哦，你 develop scar Albright's disease 個 Peyronie's disease，你係corpora cavernosa 唔再無掉啲。生 scar tissue， 所以伊會歪去嘅。不過你是啥人？大漢咧是個 injure 掉誒 scar tissue，還是即出事實性？伊家己出 scar tissue 嘅。哦 ，OK。有嘅人伊會家己好死嘅，有嘅人伊袂好死，所以伊袂好死是特別伊若是上歪了，伊袂接去就無了，伊人特別想個一個係啦，上一隻可能都特別。Tau implant 了咯，tapi Tau implant pun si 진짜 drastic 咯。因為 last resort 啦，真係 doctor 無愛做咧，因為伊人咪，你講你個 responsibility 嘛，因為你嘅 skill 啦，你特別清氣啦，你別使 infection 咧，然後伊 patient 個掉啲對掉你 forever， 或者咩數到 call 你喎，對，แล้ว我本。แล้วว่าลังโจวันนี้คนactuallyว่าจำไม่ก็ไม่ใช่ว่า focus ใน product 啦 so 因為那是 patient call doctor 就 call ว่า so 你就被吹回去一般啦唔是因為伊 blame 我嘛伊人 I blame 人啦你會 product 冇好似嚇對你會個 problem 是你 infection 不是話 problem 成個是話係 bacteria 落去伊下面本是話 so 我冇見咯我冇愛I see 明我問啊道哥so far 即係product 出來你估了啦，你已經做咗幾個？後邊就幾個？我家己咧是我無咪愛做嘅啦，即係 product 啦。First of all Malaysia 嚇，我做即係我即係 product 是我 start 即係 range 啊，即係 company 嘅 product 是差唔多10年。11年安尼款，11年那邊哈，我無因為人 Malaysia 特別 register 嘛，所以頭時我都無愛去，我無愛 register，特別結尾有淡薄 incident， 有人愛用，就所以我去 register 伊咯，所以巴魯貴那裡無錢咧 ，less than 10。哦，แล้ว上個 competitor 嚇本是 around 安尼款嘅，因為 market 無濟人做嘅，差唔多2-3個 brand 安尼款嘅。So that mean 咧，就是。按你估來，你跟他做咗 less than around 10個 case 啊。OK， 古早咧，伊 launch 時咧，真正濟人做嘅，因為無 Viagra， 無 treatment。所以伊下面本做，所以當今你會 categorize 嘛，有下面 ED， 有下面無啥 treatment， 但是會 treat 你就 treat 咯，你就唔需要人哋愛做之類啊嘛。So because of that 哈，你會 patient 解決嚟招嘅嚇。แล้ว secondly 咧，當今嘅 doctor 嚇 ，younger generation 嚇，伊人無咪愛做本 because伊人特別去 training 嘅，伊無 training 咧，伊袂使去，伊本唔敢去做嘅。แล้ว伊若是加動手咧，伊本特別叫我人講去 attend the live 嘅 case 啊，去解人講俾安怎導啦，因為伊 certain part 啊，伊是俾伊有 connector 嘅嘛，伊嘅 certain part 啊這邊哈，伊有看到，伊安怎 connect 啦，咪แล้ว prepare 即伊人無愛。In a way 是伊人無愛食嘢咯，伊人咪安尼款 responsibility 咯，所以特別你特別做 something 咯，特別 prepare 可以。特別 for 我咧，我是無愛做安尼物件，因為我感覺人嘅 medical industry 是無安尼 honest 啦，無安尼清氣啦，所以我無愛當，因為我唔是 certified paramedic 嘛，我唔是 nurse 嘛，所以我無愛去當伊咯。特別我會請一叫 paramedic， 我會請一個 certified nurse 啊，แล้ว我 instruct 伊，แล้ว伊做。OK， 你頭媽講俾學我看伊 extender 嘅，後背 extender。伊 extender。所以伊嘅 equipment 是有幾個 size， 特別有嘅人係伊要需要伊較清酷較深，係是伊嘅你整骨腿較長嚟講，你特別夾長，伊個去較頭前去啦。無，因為唔是想講，因為伊嘅 size 是19了11。
แล้ว14in between 你是講 in between 對14แล้ว有人是攞餅攞嚟 corporal 嚇，冇上 size 冇上嘅靚嚇，แล้ว明特別伊個 size 伊是有做個只冇上 range 啊 fit 啦。所以我諗你做一個 surgery 嚇，你特到你特別紮個了嘅 size 去，因為你唔知伊 size until 你開到嚇，所以上個一個嚇是伊 extender 1 centimeter。你即係你golf 係啲呢？係你。咁就是 extender 3 centimeter，即係你倒到啲啲杯嚟啦。你先諗倒一定嚇，即係是1 centimeter 嚇，1 centimeter，你倒到一杯嚟咯。一碟啲啊？安尼款，冇意思，係見啊。索好似係眼嚟啦。你喺度喺度出落去咯，依邊落嚟。你把一聲到底係邊幾啊？辛苦。依被黏掉啦，依被黏掉嘅，伊 still 因為伊有固定嘅，所以伊被 grow in 嘅。伊唔是 porous， 伊被 surgery。So far 我捌看過一個是伊泵排去了規層就被夾出來 reverse surgery。了做個了咯。了個 replace 到對啊？有 replace 到對 claim under warranty 啦。แล้ว你使講伊個迄個做這類有一個咧 grid system。OK， private hospital 做嘅其實較濟個了啊。伊人 charge 下冇定掉下 around， 即係 procedure 尋 surgery 啦嚇 around 50-60千嘅呢啦。我猜差唔多掉50-60千，50-60千嘅呢，50千嘅呢。我捌聽50千塊啊，50千塊。佢哋算到bằng二咯，就冇。算bằng二啦，喂，actually。呢個英國即係先50千半啊，磅英鎊50千半。我頭一個 training 啊，是一叫大啲英國嘅，大啲 London 嘅 surgeon 伊嚟 Penang，แล้ว有一個 workshop，แล้ว佢是這邊有一個 surgery 嘛，所以我 sponsor the thing 啦 for the patient 啦，แล้ว慢慢隻 patient 起來嚇，個冇爽喎，伊講按咗地去。因為你做這類 surgery 嚇，唔是淨係講你做咧等佢，可能會對佢。No, all surgery on the penis 可能卡對佢，唔係卡等嘅。特別嚇，伊聽因為你特別 explain to the patient 你做嘅事。expectation 啦，你 set the expectation。Every surgery 冇插係咪是 Peyronie's disease，還是係咪insertion of implant 加了是有可能會卡對。像咪路有 porn star 做之類哦 ，because anytime can。我唔知喎，係咪嘅？係咪 porn star 係咪 ？porn star， very risky。喲，係咯，即係按，因為這類是 irreversible 嘅開刀 ，irreversible 嘅 porn star 佢就是少年人，你家己想啦，最嘅少年人被 risk 借你伊開嘅。佢咩啊 ？whole life 啊，冇 the rest of his life。一未使本嘅老官，做咩 solution？掉講 porn star 需要用到咩 product 咧 ？Because after Nesicon shoot 出來 then refractory pill just pump then continue。冇啦，伊那是 naturally erect 嘅嚇，伊起係佢都冇需要呢個 product，所以我都未使講。特別你老官咪是咪好多做嘅嚇？嚇，伊冇好多做嘅，แล้ว有嚟 patient 咧是講伊愛較長嘅。你本唔是這個 product， 唔是學你較長嘅，伊是學你未起，學你起嘅。有攤做嘅嚇 surgery， 有攤做係較長嘅。我聽講過嘅真正係有啊 surgeon 啊，我再講，我不聽過唔得正嘅嚇。特別 I think 阿龍已經是困嘢啦，因為我不聽講人做管嘅有度你卡嘅骨，什麼咁即係用你卡嘅骨 extend 你卡嘅骨，你做嘢唔嘢我唔知啦。我唔知啊，我唔知，你要做好你整骨腿較長，安怎做我唔知啊。我聽過嘅是有嚟 implanter 啊，伊人上下講你 size 22，你用25啦嚇 ，for example 24啦。你是講這個 product？ 嚇，這個 product，你寫這個 patient 出來，有影是尿到頭前嘅後尾嚇，你 distal proximal care 是 about 24，แล้ว伊 maybe the doctor 係可以 impress 伊就 get 一個1 centimeter extender 咯，伊嘛佢變25咯。特別嚇，伊有一個 reset patient 會痛嘅。對啊，一吐就喺頭前數下。成個人請 A 啊，你 A 上眼嘅時候，你就你講就聽，一吐掉。特別那時都做夠水嘅 procedure 嚇 ，follow 隔了嘅
係咪啦？咁你rules 啊 steps 啊，是冇 problem 嘅咯。所以那是100%成功啦。แล้วอีphysically อี看起來會成個 odd 咯，อี成個 shape 但冇咩像，อี看起啊什麼？我冇看過我看過是 on the spot 啦 ，after surgery on the theatre 啦 ，on the theatre 嘅。แล้ว我唔捌看過 after that 嘅，因為我冇冇俾我看。嚟，come，誒，你看成功啦，成國記。我同你講，doctor 佢哋俾教伊人安怎把妹，所以伊人就俾 review 咯 ，first 6 weeks 啊，伊未使用嘅 ，at least，特別伊就俾把妹啦。我覺得問住係咪嘅就是如果係 special price 嚇。唔是，我冇需要，我冇需要，我第一問就是因為要按住 item 按 implant คือlocally body 嘛，係唔係 ？How about the scar? The scar 真係少呢 ，actually，你 imagine 嚇 ，OK， 你 imagine 嚇，你係肚啥，然後你這邊是你係 scrotum 度嚟，睇這邊啦嚇，然後你盤掉下我掀起來。對哦，แล้ว scrotum 咪是到這邊咯，แล้ว這邊嚇我刮翻出嚟啊，我這邊刮就，這邊是กัน啊，你自己，當然你自己掀，你自己刮。mute 到 clubhouse，我 muted 啊。John，我冇聲啊，等陣因為connection 連嘅 ，OK。所以等陣你自己掀，你自己嚟刮，你刮起來啦，一條皮那邊啊，你聽到對啊，你冇咩看到物件嘛，因為你舊時時候你來嘛，你起來。冇咩物件，冇咩 scars。แล้ว the only scars 係咯，冇咩 scars。因為你講嗰隻係咪係不多啊？因為你嗰隻面係咪不多啊波嘛？都嚇？啲人都係小發。係咩嘅？你講嗰隻 item 算係不多啊波嘛？多啲咧不多配嚟看啊啦。哦。你接其實是冇注意啦。如果很邊嘅，伊是邊嘅嘛。所以正準啊，可能所以你即使就去了，你舊時你嚟嚟嚟。哦，你個包咩？看你嘅 size 咯 ，according to 你嘅 size 啦，就係注意落去咯。Actually 你係到冇咁啲有位啦，呢個少有位嘅啦。แล้วอี有 size 咯。是唔是 embedded 喺裏邊，你係 flash，呢是裏邊你係 abdominal cavity，即係 abdominal cavity。reproductive 啊，後背嘅 pubic。較廣淡薄本是誒啊，你係 pelvic outlet 冇間嘅住位，你買一and low。細粒嘅啦，咯。細粒嘅。成個貴個字呢？即係。咁貴。嗱，哇！本身就 rare，即係 surgery，我係平時嗰時做，呢度俾麒麟斷。當這邊 Oxford 是啲專 hospital 本部。咧如果即係你係 diagram 啦，諗。即係 famous 啊，係 diagram。真係 famous 啊，真出名啊！即係是另外一個 brand 啦，唔是color 啦，唔是話係 brand，特別表見啊 ，doesn't matter。伊個一個 brand 咧，伊是較，伊特別用一個 tools 去上較一個spanner 呢 plier 呢去 plug 嘅，แล้ว一個咧是用手度會立嘢啦，倒嘢啦，所以係一個 secure 嘅 connection，你叫袂斷嘅啊。特別啊！你若是要係伊個 implant 喺裏邊，伊個 corpora cavernosa，你再冇你就要 destroy 你個 cavernosa 喺裏邊啊。So that's why it's a one-way road 啊。你做啦，你背到斷了，你 cannot reverse it 啦喂。You either have replacement or 你 forever 冧背了。特別伊即個 patient 有做冇做啊？那時伊冇做，伊就是備用，伊是備起咯，forever 備起咯。嗰時伊 nothing to lose 啊嘛。伊特別自己 decide 咯，伊愛安怎去 take it 啦。แล้ว有係咪會知咧？伊個 size 啊，人 Asian 嘅 normally 有兩種嘅 size，一個是 standard 咧，一個是 narrow base。narrow base 就是講你嘅 corpora 嚇 ，corpora 應該叫咩啊？係你嘅海面啊，你海面，你嘅邊嘅。sponge 啊，伊個 sponge 若是講有一 set 嘅 dilator 嚇，就去 destroy 伊嘛。所以你看你搞係咪 size，你過嚟 determine 講伊愛用嘅是 narrow 嘅，還是用 wide 嘅？對，若是講你用，若是講伊無位啊，你硬是剪一個塊嚇，伊個 patient 會特別會痛啊。我把腹肌痛個了。所以我怎麼你看，這個是 wide 嘅啦。
哦，係啦，我看到本是咁誇，可能是白配嘅。啊，然後一邊嘅嗰一個是就是一個吊冰嘅話，正吊冰嚇。啊，即刻錯。有嚟嚇，嗱是講有嚟 model，一邊是成間可能45 30 degrees。哦，我屌嚇。啊，30 degrees 就是攞到啲 scrotum 落嚟咧，你會感覺講有一個物件吸掉出來嘅嚇。哦。然後一陣咧，佢是0 degree 涼掉嘅。哦。所以 that means 說啲你會錄那邊嚇，你別感覺到係咪 uncomfortable 嘅。哦，I see。所以人有 study anatomy 嘅你嘅 patient 你嘅 body 咯。好本啊，伊人會 match 你嘅型㗎咯。แล้วอีกก็เบกองรู้ตุแล้วรู้可以慢慢 slowly return to a position อ่ะอีกสิกองตุแล้ว頭 zoom 落嚟就อีก natural 明明嘅就未歹咧嗱clubhouse 人咪每問題啊哇！我即是講，往到啲 clubhouse 講起首先往 clubhouse topic 是真快就，攞出嚟 clubhouse 尋望嘅攞住 clubhouse 我講入個事啊嘛，講個即係講個阿龍門困起啊，講個阿龍門困起啊，特別人嘅你YouTube 嘅viewership 哪嚟講，但係就殺先內人嘅，你見個13 interesting。喂，今時即係靠吹聽，可能往定住啲講 clubhouse 是 because 我冇 visual 嘛。你 describe 時，你 describe 時就好本啊。你講緊我明白嘢，特別你可能看那部效應啦，即特別你 detail 係你而家看嘢係你嘢 key 啊，嘢追慢慢 key 嘢。嚇，你未講太 detail，因為人哋驚嘛。你想看到會驚？對。I see。個有別個人個係咪物件人家問題乜嘢？那會咁大整？我會都可以跌啊！我睇下臨時我係咩？冇有人是跌嘅，有人是歪起來，and 看有嘅歪及邊是冇咁嘅方便，特別。Y anaconda 你是 OK， 你是講你個眼咧是個 Y 還是平常時冇眼的 Y？ 眼是眼應該冇咩 Y 嗰個淡薄啦。冇眼是你是講冇眼是 Y 是 natural 嘅，是唔是特別啦？眼 Y， 你是講腦還是咩？伊你去看 doctor 啦。答腦啊，我答邊腦啊，我答。So 嗱個第一首我諗看啊，第一卡，第咩都愛做嘅時嚇，你特別超，你未使講計就我講，你講第，你家己，你嘅在做哦，你特別第，佢拿刀嘅，你家你，意思一部成個一刀就起實到 level 啦，你使慢慢驚，可能。對，所以就 natural 咯，因為你人本別講刀到頭。當起來嘛，所以到你愛你真正咩咯？怪 rigid 冇咯，怪定冇咯。rigid 一隻 rigid 嘅嚇，特別對女但係你訂那冇。我冇大料。Liquid is incompressible 嘛，liquid is incompressible and 又係 compress。OK，所以當佢咩做真正夠定咯，真正定了。真正定。你未知一部 spec， 你未知定 ，that's why people call it a boner 喎，成個有骨入邊咧。所以最料咯，就變樣咯，特別都別使呢度唔是講別海料啦，我哋算淡薄嘅啦，都別大嘅料。係你講。哇！你追被打咧？被打走去度，其實你 close system 都其實 open 嘅嚇，其實 open 冇 infection 嘅解啊。特別就係危險咧是，那是 spring a leak 是。冇咩危險啦，一時射爛嚟嘛，normal 射爛，係咪特別別用了啦？呢個水 will be reabsorbed，射爛，呢那是 zip 咯，成個嘅 tissues，呢個嘅 absorb 嘅是 harmless 嘅。特別你被定了啦，你被所以就冇我第一刀嚇，就慢慢跳到短咯，睇到，慢慢累起咯嚇，所以 take time to go down as normal 咯。奇怪，係咪本來一隻搞開一 design 啊？我是想問咩痛，就是你安怎掉了，呢啲是
你是但是伊是接，伊安怎会伊会接起咧？我唔知就是伊但咧伊接起。有 valve 那边，伊那边有 valve 嘅， valve 伊一粒物件哈，伊一粒物件唔是干那泵呢，伊那边有 valve 嘅有。所以有 mechanical 在那边。哦，明白啊。伊无相嘅 button 啊，有 different valve。哦。你看袂到咯，因為搞 clever 伊個使伊啥伊泵啊，古早係只大粒。那是哦，那伊唔知 a few generation 咯，伊換伊泵嘅 design 甲伊睇 button。OK 好啦，我俾一箱噶啦。俾一箱，你使叫八十萬嚟攞，伊 demo set 好咯啊！喲，係呢個 infection 啊！我係學甲朋友啦，淡薄。你使你俾解釋啊？誒，你順便講啊，你知上次我講這是白燈嘛？แล้ว有個人哈，伊個鼻子本嚟鼻子散起啦，所以你有通嘅鼻子。哦，所以這是 totally 是 for 是真正簡單咧 ，because 有人 testicular cancer 時，伊人會買和伊個淋巴康嘛。哦，即係有嘅，我有少年人講啊，伊講啊，哇，我真正歡喜啊，我談 testicular cancer，because 談啊，地殼較方便嘅啊，我叫伊錄根頭較大哦。我鼻子較大了，啦。哦，對，要細啲。誒，我會，你有了，你有嘢。我本地愛去，因為我頂住我未去，講是你 call。誒，阿總真係好見嘅哦。哦，你嘢咧嚇。我真係爽嘅啊！伊會出。是唔是上家？就伊是唔是上家？我記號是你 doctor。是你講下。แล้วว่าการที่จะตัวตัวเองก็อีโอ cases แต่พี่ว่าได้จะจะไปที่เกี่ยวกับว่าแต่รู้จักว่า imagine 是ว่า imagine อีสิ上家係你อัตับจีแล้วจะอังเต่า生อัตับจีบ่อีสิอันนี้ตัวเลียบล่ะนะอีสิอันนี้คนใน size อ๋อก็กูด啦อีโบ size 嘛อีโบ ridges 啦你係驚嘅 size 那อี size 是上家人你那 size 伊個人誒蘭帕嘅 size 啦，嚇，伊成等等啦，嚇，就是我想講阿達子咯，就是想到阿達子咯，較大粒嘅阿達子，唔是你拜紅講嘅啊，唔是拜紅講阿達子啊，唔是頂牛接藤，我講你阿達子是你隻紅豆生嘅阿達子，啊對，是唔是？特別冇安尼尖。saya inchunui kan na saya inchunui kan ini inchunui 是 quill 啊 quill 啊這間嘅畫面是畫的士是無伊真係骨力啊三個半暝做緊啲這工啊看得到哦好啦你看啦這像咯像個阿達子嘅一個淡薄透明嘅咧伊有 small medium large and extra large第一大粒嘅嚇，伊長是差唔多47，差唔多47 mm 啊。我超過出啦，我超過得出啦。47嘅millimeter。你話快4 mm 咯。啊，伊個 white 是34。哇，大粒喎！等我幫佢話嘅幾時就大粒。你係我看你，見鳥。好潮。嚇？你講咩 ？medium 嘅啦。冇啦，我都冇寫到我 profile 嚟。I can read 37 mm。真係我特別冇37 mm。你看潮先。哦。37 mm。37是3.5 3.7。3.7嚇，對。嚇對。唔知我冇邊個。等我你看落去。唔係啦，等我冚大我間鳥，我個擺隻 clubhouse 我個人講，我就喂巴扎格是就對。誒，你是鳥伊 height 鳥嘛係啊？伊個 height 是37啦，你 medium 嘅嚇。啊，伊個之後講 medium，伊個 width 是28。28到37啦，OK，係 medium size 啊。i profile 啦，i profile 是 medium 啦。冇 medium 是 safe gas 嘛 ，medium 是較濟人 medium 嘛。當然啦，對。好啊，感謝。好啊，大粒。艱苦啊，艱苦。人讀你個病是較聽喎。嚇？人讀你個病是較聽。哦。誒
啊，佢嘿，即個話的士，你幫了聽，你邊學嘅人講下你咩人正骨腿，人之後男拍講個了，你 guess 不聽到啊？阿冇啊？要分嘛，要分。我依兩未聽到。OK， 我問嘅 question 就是，cost implant 是乜嘢？哦，你話啥個 implant 啊？你看就是愛咯，你是愛咧，係 special price 啦。唔係我介紹你去隻硬豆生嘅大，你解拖幾粒？哦，你是講一粒一粒。我講嘢，我問嘅 cost of implant，唔是我愛 implant。你是愛 implant， 你得嘅巴當。嘅支，差唔多。係攞3000塊本啊，一粒。哇！有啦，下面咪個嚟 label 呀，都一起嘅了咯。一 grade 只關是俾到啲啲辛苦入面嘅數，一 quality。有一刀啊，有一年嘅時哈，一粒有一個 company 嘅 implant，嘅 material 是成個 breast implant 嘅 material 嚟嘛。然後伊到啲 Brazil 做，然後伊 Brazil 嘅工廠哈有發現到伊嘅 material 入邊有 contamination 咗，所以貴咧 batch 嘅了，我嘅了 recall 到。喲，你安怎啊？一個人就去過做 surgery 咯。係我係你 batch 嘅了 recall 咧，結果呢個 company 冇做了，伊冇出嚟。Conning 啊 ，conduit，唔是我。靠前聽，你聽到冇？誒查某誒 breast implant，伊人用 industrial grade 嘅 silicone 啊，加了 recall，加了因為幾年貴了，伊爆炸去啊！係我冇聽過啊！聽到冇？伊有一個 class action suit， class action suit 去訴一個 company， company 嘅名是conduit。哦，conduit。突然講出嚟啊，婆婆，我冇掉啲講 ，sorry。我邊即係 public domain 嘅 information 啦，你是 breast 啦，你是 breast， 係 breast 啦 ，silicone。我問下，你講嘅有 infection， 有嘅咩冇清潔啦嚇 ，so for those that already implant 嘅安怎好啊？有咩 ？Those already 係咪 ？implant 了嘅。用到嘅，冇，伊是一個 batch 啊，是講，若是講伊有發現到一個 batch 有 contaminated 嘅嚇，伊度 announce 了，你冇用嘅，你度夾到對啦，確實是冇用嘅啦，然後若是用起啊，我唔知。我就 replace 咯，就 replace 咯。成個你車呢啦，你車你 airbag recall 嘅時，你咪是就在一時同跌到咯，你咪就去換你嘅 hood 咯。哇！感謝，educational 啦，即係就是干了學個了到底正骨腿嘅 size 講緊去 replacement， 你個 doctor 嘅 professional 嘅，嚇，個老官好個仔個中國啲，見到啲個可能會，即係講個清楚淡薄，然後個有一個equipment 嘅 rap，個可能講可能講個 demo 個睇到你。係 golf tee extension golf tee actually 拍領刀嘅話有大概做可能未見啦，所以話唔使拍領刀話未見俾波槍。actually 人真正好命咯，睇看到伊個 sample， 我知啊，這邊嘅你根本唔捌看過啊，implant 真正 rare，就是真正濟你根本唔捌看過。呀，就是我嘅 specialty 是 urology， 我捌看過，特別較濟。哦，你 specialty 是 urology。較濟。你嘅แล้วก็真係個真係人本唔捌看過呢個 surgery 本。安尼。看過幾拿刀啦，去看過到 Australia， 看過到 Malaysia， แล้วก็巴威。我有家己經驗，有三間嘅病人有一個 implant， แล้ว我家己喺 America 我做愛個一個人有一個 implant。我看一邊嘅。有係咪？啦，係 OK 啦。嗱，而且就是Teresa 到底喺 YouTube 嚟講 ，Doctor plus Medical Sales Engineer very educational。咁樣嘅問題嚇，你first time 看你 operation 看你 operation 咧，安怎嘅感覺啊？冇感覺喎。係人 professional 就是你講嚟，其實你講你看到你 computer 佢 computer 是人感覺安怎？樣都試罷了嘅。
唔是試吧，冇試吧，因為這是你家己講嘛，你專業嘛。咱家己嘛是有 body 嘛，你家己知。拍領導話咪叫包槍拍領導。我是講sometimes 我人做這款的生理哦，咱接嘅先知唔知哦？有陣時咱嘅 situation 是加減加韓國做人啦，因為我人是想加但嘛開出嚟講嘅，我人 not certified to scrub 嘛，所以我人冇 scrub in嘅。特別有陣時 local island scrub 哦，所以我人就是韓國做人咯，就是開出嚟做法咧是 engage 嚟 paramedic 即係 certified nurse，去加 doctor scrub， 我人請伊入去。แล้ววันนั้นสิตัวอีเป็นสิกายล่างจะโจนแล้วแกอามีจะเลยเท่าตัวโลอามีอะไรวะเนาะso 唔是講真正應做啦本有一個 responsibility 本咯อะไรวะเนาะ我會記講頭一個 personally 啦，我頭一個去 assist 下，我被困啊 ，before and after 啊 ，before 我都被困，我驚啊。因為你知講你有蝦米物件嚇，你會掉 blame 咯。你就你做了這個 case 啊，when 這個 doctor 甲你講嚇，我甲了做好勢了嚇 ，I have done all my part 啊 ，I'm very confident. If anything goes wrong, it must be from you. Yeah. 你俾人做你嚇，你都 not fair 啊！係你點樣嚟講？冇確實係你講嘅啦。係你物件都是唔是你嘅家己手做嘅嘛？嚇，所以特別冇插你，就一講一句咯。我也是，這是拍太子啦，是成做了，就是手拍是你事啊，你問題啊。所以等我叫佢是等，差唔多兩禮拜過下哦。放心啊，咁平安得。嚇，伊冇 infection 冇過行，咱就 relief 啊嘛。我唔知按照 declare 為即係 YouTube 嘅 episode 啦，我你 monetize 嘅時要睇景嘅嘛，你 material 等我就要睇佢 detail。特別咱都冇講係咪啦 ，actually 咱講真正 ，even though 咱講 about 大媽講排除症係咪物件，咱咪係講一隻真正 scientifically 唔是講成日講。就係佢講啊，特別我俾每英國中嘅大媽是你走去時候，我每條路英國中，我講你拍，大媽都每有咩拍出情嘅物件，嗱每條要拍出情。prostate health 啦。prostate health。prostate health。你大媽你我啲人做一下，嗱我每個嘢下。咁咪來？對，我講嚟講 celibate 嘅人，嚟先講 celibate 嘅人嚇，或 asexual 嘅人，呢度俾安裝。take care of 伊個 prostate health 咧？冇啦，姑姑咧，那是冇用。姑姑一擺，佢受到叫起啊，glands atrophy 起咯。但係 human organ 咪是係誒款嘅，你那是冇用咧，家己叫起，叫起啦冇咪。特別 prostate 冇叫啦，prostate 人大半啊 ，unfortunately 你做老，伊 prostate 做大，因為。prostate tissue becomes increasingly sensitive to testosterone. Lang e tapo lang nasi ulam pani lang cho testosterone kakawasi kakalang si si lang pun si ujo testosterone ne. Jo kachio pun si chao pun si u testosterone di labin lo e singku. Leo nasi u testosterone ni lo e prostate ti toa. So hale si jo bunte lo, engwe lo e幫助嘅講啊，是接起你嘅 prostate 嘅嘛，所以你嘅 prostate 若是做大呢，伊做大你嘅幫助嘅講，就可以較歹幫助，較硬嚇，較硬，較硬，所以你是無好啦，因為你幫助嘅是你做老嘅時啊，你幫助嘅是你嘅bladder 是Hokkien話是叫咩？尿道。就到你就到啊，冇辦開了嘢就出，所以你做老是你做燒咗是冇嘅咧好。你諗下講過啊嘛，你講你使 massage 唔使咩 GE 係咩 from 一啲，可能叫諗下講過知道。係咧是urethral milking 是學你被跌咗，你幫咗了嘅是你咪跌咗嘛。你知啦，老人嘅是幫咗了嘅是。伊人較濟是有，個幫無清，就
就個會跌出嚟啦，所以你若是做 urethral making，伊較袂跌，特別內邊你嘅 bladder 呢，你會燒。你 bladder 你被 build 出來，你會攤人阿莫話講 residual，你會放一個 residual， 所以你比如講，你若是到加50歲、60歲安尼款，你若是會吹攤 residual 30 mils、50 mils， 係你是 about average 了啦。你若是去到100 mil residual 啦，是真正unhealthy 了咯，你會談 infection 啦，你個會做，你個會談hydronephrosis，因為你會 bladder 定伊會就出嘅時，淡薄會就起，走到對去，你會有知，做安尼款呢是真正無好 ，because 你會做佢，你會有知派。明白。แล้วรู้ว่าอุปมีปัญหา來妹咁配。應該講唔รู้係成之類啦嚇，要咪 supplement 嗰時伊嘅 diet 會 help 到之類物件。Good question， 我是袂嚇。有人講真係這物件會做好你嘅 prostate 袂咁一大啦，第簡單嘅是 saw palmetto， 所以你若是隨後俾你先人大家。講saw palmetto 是一個種嘅palm嚟，palm 嘅種，你食saw palmetto 嘅物件會做好你嘅 prostate 較無安尼大，特別啊 studies 看伊是無甲安尼有效嘅物件啦，嚇是they sell it based on like 像個 homeopathy 啊，是係咪啊？伊 effect 若是有 effect 啊，是真正少爾啦。dietary supplement 啊，所以個有蝦米啊？人講你若是食tomato lycopene 啊，伊有煮了嘅 tomato， 有一種嘅chemical 會 protect 你嘅 prostate from cancer， 唔是干那你嘅 prostate 啊，你規身軀啊，因為伊有真正係 free radicals。唔是 free radical， antioxidants to absorb 咗了你free radical。特別你都要食到這個嘅。lycopene 人講，所以食煮了嘅 tomato， 唔是青嘅 tomato， 都俾煮，都唔知啦，就是冇幫人做。你知咱當人嘛？咱當人，咱是只有聽到你講，哇！你食煮嘅 tomato， 大隻嘅 tomato 滾湯來食，你知咱當人食得看。OK，我那時候我真係是安尼款。我就是聽人講，了茶杯是一個錢，即係無適合食 tomato 嘅人嚟。所以我就用 tomato 煮湯啦，煮沙甸糊啦，煮麻雜，特別唔是規禮拜啦，你啲一禮拜無刀。你係落蔗。特別啊 ，antioxidants 有唔是干那 tomato 呢 ，antioxidants 真係借有 antioxidants， 借了個一個真係出名嘅是桂枝有愛食嘅皮啊，有真係借 antioxidant blackberry antioxidants 嚇，所以像個愛葡萄啦，愛 cherry 啦，係咪 ？Antomycin 呀？冇伊個做愛食嘅桂枝是一個 chemical 叫 anthocyanins， 你食了伊是像個一個 antioxidant 來，所以伊會食起來，甲了伊 free radicals。blueberries 是 blue 還是 blueberries 甲了是有真正愛食。你講看我是個食咩？等我把這個俾，我配我是個食 blueberry blackberry 嚇 blueberries blackberries 愛葡萄啦，葡萄 blackcurrant， 愛 cherries 啦，特別你要食一皮啦，我驚食，唔使啊。然後嗰下面物件愛灰團無，你是講桂枝啊，食果標，tropical fruit，plum 就是咪 plum， 愛桃係咩 plum 咯係？prune 咪就好咯，就 prune。prune 嚇，prune 最好好幫曬，好幫曬 prune 嚇，特別甜啊 ，prune 就甜。好啦，就是啦。prune 就是 dry plum 係咯。是啊。all this time 我成個 prune 是
另外叫桂枝。I'm quite sure 啊，我冇知爸聲。I think 是 prune 是 dry plum。另外嚟啦。我上嗰是另外哈，我上嗰是另外桂枝。等陣我隨下 research。prune 是唔是另外桂枝啊？是另外啦，另外啦。plum 嚟，另外嚟。冇想嘅 plum，black plum 咯。Prune is a dried plum. Okay, Wikipedia is always accurate 嘛。tapi ulang. Okay. Prune is a black plum. Prune is a dried plum. Most commonly from the European plum Prunus domestica. Prunus. 哇，这是熟的啊，这是熟的。OK， 小蛋啦，嗰個面有咩冇有嚇？即係冇攞罐冷靜個攞罐個。plum 是土還是貝？plum 是貝。土。哦，係啦嗬。Actually，我咁嘅樣是差唔多像嘅喎，是哦。貝是上加純貝，純貝。貝嗬。貝是 cherry 啊。Cherry 是多 ，plum 是貝 ，plum 是貝，土對，土是 cherry，是 peach 咩 ？peach 係咩？你 next 做咩字啊？咪啊，你講 peach 係咩 ？Next， 你是打翻有 peach emoji 是做人老啊老。OK， 小打，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真正留咗這 topic 啊！往上隻股咧，就啲 clubhouse 佢講隻股咧，然後呢全部參 clubhouse 人講特別有經濟隨往 clubhouse 佢邊咧學見到講係網嘢去訂你 clubhouse 上面，呢對佢哋講按咗參 clubhouse 啊，參乜 clubhouse 往上上戶，但係只往是南西個崩瓜，阿龍個崩瓜啦，往過住佢，就係 hang out，就拍個時平時落鹽咯，特別特節咯，然後อันนั้นเรานั่นสิก็คำเสีย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แต่แบบเป็นเนี่ยตัวสิเขาจะได้เขาช่วยเทียงกับ英國中，但係希望了解這個整骨腿八條話題，แล้วก็ก็จะบัตเตอร์อะไรแกโรตีบัวบัตเตอร์หอยกุ้ยบัวตีก็นี่จะโรตีบัวแกโรตีบัว應該บัตเตอร์หอยกุ้ย另外一個หอยกุ้ย名應該是โรตีบัวบัตเตอร์หอยกุ้ย咁寫แล้วก็default 是一個嘢冇啦，冇零頭冇一條，แล้วก็boy Australia boy แล้วก็เต่าเก๋ก็หัวแท็กซี่咁成หัวแท็กซี่啊一頭直接啊對灣落個當金啊啲叫做條講嗰條聽咁成一換車係算我冇幾怕我有同你講一換車殺嘅幫咩搬做你開始做阿妹成呢開始啊？是有做？哦，即是你是即寫家己嘅 service， 還是你用 app 看service 當然？哦，八刀我使那是我不要換車，我對馬來西亞我把只同啲哈。แล้ว我講出好你聽啦，有那開車時你算較煩嘅。你未曉開車？我冇當邊咧開車，我唔係當邊咧開車。我知你會曉開車，我會曉開車。你講你使你車對啲建設水平嘛？我會曉開車，特別我唔係當啲邊咧。我先說當啲吉隆坡，我當啲美國對去馬來西亞邊咧好，我唔係當啲邊咧開車過啊。我教我咁冇驚啊！我去美國時我咪試開車，唔是 driving 嘅 side 啦。I think 我唔是我頭一條我冇 license， 第二我特別係 international license。你會用冇？你會使用你會美國嘅 license， 所以車係使啊。伊人學你六月節，伊人學你六月節。哦，所以我你六月節是你特別只一道我對佢一個月節，伊使考直接考呢，還是一 reset 你六月節？
無啦，無幫人算嘅啦。特別你若是搬到對去邊呢？你直接用你嘅美國嘅國家，我想我無蝦米。你問人講啊，我講啦，咁我對頭馬達利亞是我隨路啊。有你特別話去馬來西亞嚟上咗。แล้วสมมติว่าหัวกุยแล้วsoว่าแต่พี่ว่าก็ปุ่นตัวเท่าเดียวน่าอุลังใจรู้สึกจะ后面จ้ะแล้วเสียว่าก็就是用 Grab 啦因为我冇สุขภาพ車我哋ล้อเห็น就是去吹北京嘅จ้ะ so ว่าหลังใจว่า去ปังแล้ว哇真正จะ應稱嘅啊對是個可能係嚟ใจด้วยนะเนาะ冇你做成個灣咧可能 road rage 係使不知考慮如果後面我冇你啲吹北京你做成個話咧可能 road rage 啲老龍斯啦嘛係啦我買我個驚แล้วก็เดี๋ยว即係我的士咯或者我當其時我隨路แล้ว我特別唔知有攤包車啊叮當我咪隨住你啊我是包車咁我包咗一節啦แล้ว就借路你看路攤做呢物件覺得會。哦，真係攰喎！特別叫我講舊時數錢加嚟尋上，嗱數錢加嚟尋上，你話冇用嘅，我學車我真係 stress 咧，我對馬來西亞學車，我佢驚我學車是浪到motorbike咧，你知哦，即係motorbike。講人嘅是講你驚變等嘅 driver。我驚，我真係驚motorbike，你知 motorbike 冇插你拍signal 到邊啊？一直頭到邊嘅你刮過去嘅咋？แล้ว那時講我關事我直頭我冇笑了啊！我拍signal我就是時候話呢我冇去看，啊點你看車關事邊咧個人，你拍signal你就看就係那個話呢。你就要看啊，有 motorbike， 我就是驚我浪人腳踏車啦，有人車啦。你啊等陣關事啦。我等陣我頭講起即個我是頭靠吹聽應該點發龜檸檬頭冇一條阿妹豆嘅換 taxi 拍鏈刀個這邊過去 YouTube 嗰邊困起啦龍半減啲金培加金培歡喜我金培我只估冇過來哦變咗Hokkien你只 set 諗我計金檔啦咯我 miss 掉頭一個 topic 哦房頂出來整掉你 miss 掉去是咯你有面嘅講或者咱個講過 number 2 but 2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 YouTube 嘅人啊但我會 check 唔是 YouTube Clubhouse 嘅人但是攞一啲冇困嘅人嗰啲聽到人你起你手就係我看再看兩個掉還是緊要困起個有哦依度啲開國我冇到新加坡Thiann呢冇但係我看 key number 2一個落到對呀所以攞看人車啦OK 依度新加坡我成依度開國冇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禮拜佢再到對嚟講拍學上班開講感謝平時時in between 咧落雨咪時喺度啲 clubhouse 見啊拜到底 YouTube 嘅人那是如果會看定一禮拜 miss 掉嘅時候，這邊是定看定聽了，那是定下集正我現在錄音時佢通知你，一啲 baby T-shirt 到這邊，感謝，拜。